农历春节是台湾重要的节日，伫个民众欢喜过年的时，还佫有一群军警小人员伫咧坚守岗位。因此，台南市议会今年特别邀请这群军警小人员到议会来做客。一方面为了军警小人员的辛苦，同时嘛来颁发慰劳金。春节呢，在我们台湾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但是呢，我们的国防、警政，甚至我们的消防，我们各位好朋友呢，往往都是在春节里面呢，必须恪守岗位，因为放假的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，人民最放松的时候，就是你们最紧张的时候。所以我想呢，利用在这个春节的前夕，有这个机会邀请大家来议会。那么我们台南市议会的所有议员都非常的关心大家，包括在过去的预算上面，在装备，或者是说你们的需求，或是你们的福利上面，我们台南市议会可以说是不分党派，都是竭尽全力的来支持。那我们希望说有各位你们的帮忙，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？国泰民安，感谢有您。我们这个主题就特别真的是谢谢大家。议长表示，甲过去无同，以往拢是议会到各单位进行慰问，但因为对方要接待，等到爱劳师动众，因此今年邀请着各单位到议会做客，互更侪议员嘛用参与慰劳的活动。今年受赠的单位包括军方、警察。总共24个单位，以及消防所属单位、二消总队、甲着二消救生中队等20个单位，总慰问金超过200万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